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2024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12月30日要由公共电视来举办播送。国民党的侯友宜讲会提出国家发展的目标，民进党的赖清德嘛讲，因正在准备完整的国政蓝图。因那民众党的瓜不得，互人问到讲，敢会烦恼和另外两个阵营做伙攻击？瓜问题是讲，伊已经惯势啊，无啥咧烦恼。2024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日期总算确定，12月30日下晡2点伫公司举行。这届由在地媒体共同举办公司节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在去互媒体问到，辩论敢会以两花诈骗备案做主题。侯友宜表示会提出国家愿景。另外，侯阵营这届嘛提出使用手绑的要求，得到其他阵营因的同意。我很早就已经签了要辩论了哈。那至于辩论的过程的安排，我就尊重大家的安排。我会提出我对国家愿景的发展目标，希望大家在辩论会里面了解候选人的政见。侯友宜要拼团结的气势，捍卫中华民国。搁在声明当选了后，12月25兴宪纪念日就放假。若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到早起到苗栗府选，一礼拜2届来徛台，强调苗栗真重要，积极游客加票，要拼平盘。对于辩论时表示，陆建三方阵营达成共识，当地准备手帮的使用，会尊重主办单位的意见。我也会善用这次辩论的机会。将我的国政蓝图详尽的跟国人报告，争取国人更大的支持。过去我是比较没有在使用手板的，目前我们也都在进行准备当中。那怎么看辩论那个侯友宜坚持要拿手板？记忆力不好一点，我不知道。那是的他在党的候选人都会被围剿。我们不是每天在被围剿吗？很习惯。对是毋是会烦恼辩论会互人围攻，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笑笑回应，好亲像袂真烦恼。但是郭文铁册笔向党员发出公开批，讲国民党校空配是走向快速偏向中国的路线，注定远离台湾的主流民意无胜选的机会，引起着校空的不满。郭文铁是口说讲，我也毋是拄啊好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12月7日就是国际人权日。美国伫咧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进前，特别宣布针对侵犯人权的13个国家的37个人实施限制签证甲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着甲新疆有关系的2个中国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嘛宣布要制裁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12月7日就是国际人权日，为了反制中共打压人权，美国伫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前，宣布对13个国家的37个个人来实施签证限制甲制裁，其中包含牵涉新疆的2名中国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制裁牵涉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也继续追查外关法律，并且拍摄伫中国受虐待者的企业。美国国务院强调，会采取行动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因为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就是香港人反抗极权、中共打压人权的悲歌。一寡伫台湾的香港人，初到伫台北举办香港人权作品展，希望经由展览引起民众对香港人权的重视。现场放真侪画作、政治艺术，包含时代革命、讲好香港的反送中元素。由于加早一卡世界培训的行李，代表真侪被迫离开故乡的香港少年人无奈心声。活动发言人傅汤拄好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政治受难者。讲到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经完全消失啦，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实在无简单，也是中共所惊的。台湾爱反抗中共极权的打压，必须团结民众的向心力。因为现在中共其实也想将香港那一套推到台湾这一边，所以我就想借助这一个展览，作为一个平台，将大家串联起来，然后就告诉大家有一些人还在受苦，然后你们现在的自由也不是一定会理所当然的。过来关心人权的议题，总统蔡英文初到参加2023年世界人权日的典礼，向政治受难者致意。讲到今年转型正义里程碑，蔡总统讲落实财产的反刑，经过调查，通过4件财产反刑案件，受难者当年被不朽财产的反刑原始的土地登记。那么像是平复国家不法、恢复受难者权利及疗愈政治暴力创伤，针对不义遗址进行审定和保存。
蔡总统讲，经由推广出来东亚研究甲教育，服务港世代甲立场的民众，体认威权体制带来危害，台湾的转型正义会坚定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菲律宾指控伫黄岩岛的海域有中国的海警船对3台运送物资的公务船发射水炮，制造被解。菲律宾是强烈谴责中国的海警和民兵这款非法侵略性的行为。过来是联合报，北一女的教师批评新的课纲无列入连体这篇古文，引发议论。即马包括台中市云林县、甲新德县等等，陆续拢甲礼仪连体的牌匾挂登去校园。过来是中国时报，今年反制性骚扰的意识提升，少年所逼出真侪件Me Too的事件。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对头家主管的性骚扰申诉案件是比去年加47件，增加超过6成。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继续扩大对加沙南部的攻击，对10月开战到今，已经造成加沙地区17000多人死亡。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停火的决议草案有做表决，结果也是让美国动用护国权动落来。以色列军方设备继续对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进行猛烈空袭甲地面作战，大致数十名哈马斯战士摧毁几啊条地下崩坑。也佮讲是伫哈马斯干部住的所在发现武器甲情报，增加加沙最高领袖生活未伫当地可能。另外，佮公布影片，显示海军为海上向地面攻击哈马斯基础建设的目标开火。这2天伫加沙总共拍到差不多450个目标，已经是有路无厝的民众，搁一摆逃难，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以军对加沙的攻击进入第3个月，已经造成超过1749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联合国安理会初稿针对阿联酋提出要求以哈马上人道主义停火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得到13票通过，英国弃权。不过，搁一摆和美国动用护国权动落来。Deep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outcome of today's vote. Regrettably, and in the face of untold misery, this Council is unable to demand a humanitarian ceasefire. What is the message we are sending Palestinians if we cannot unite behind a call to halt the relentless bombardment of Gaza? 美国代表伍德表示，并接受草案内容，无谴责哈马斯，也无踏入以色列自卫权，所以无法度投赞成票。就在国际经济遐的时阵，加沙医疗人员又是饮水问题继续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警告，公共秩序恐惊面临全面崩盘。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辑。欧盟设备针对全球头一波完整规范使用 AI 人工智慧的法案达成临时的协议，希望在咧技术创新的同时，嘛会当限制人工智慧和政府摕来做监控等等的风险。根据欧盟公告，这部人工智慧法案对风险等级进行分类，政府也是企业利用 AI 进行社会评分制度，也是透过 AI 操作特定族群的弱点，当列伫最高风险，必须都要禁止。另外，学校也是企业招聘所使用的 AI， 互人列作是高风险。为了避免偏见，必须爱使用适当的资料进行学习，各加人力监控，也加客观的网络安全。法案佫要求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像讲 ChatGPT 创造的影像还是文章，必须讲明是用 AI 做出来。违反的企业会面临上悬3500万欧元，也是营业额7%的罚款。法案捌因为意大利、法国、德国这国家烦恼限制本国的科技企业发展，所以卡掉的。到尾是经过36点钟的谈判，27个谈判代表总算达成临时协议。欧洲议会明年初会搁再表决，立法上紧2025年有效。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s much more, I believe, than a rule book. It's a launchpad for the European startups and also researchers to lead the global race for what our fellow citizens want. A trustworthy AI 科技发展正紧，主要强权国家拢积极伫推销相关立法，争取占较赢面。欧盟伫2019年就提出人工智慧法，2021年提出草案，即马欧盟各国确定临时协议，离完整立法搁向前一步。今年美国甲中国嘛分别提出个人的 AI 管理规范。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镜头转来看国内，高雄的轻便铁路准备伫咧明年正月初1特别全线通车试营运。嘛，因为进前台中一运单发生，互建案的吊管卡着，造成死伤的意外。昨轻铁嘛咧模拟共款的状况，演练要安怎来疏散应变？支援正进行旅客疏散中。听驾驶员的指示，轻铁的乘客为第一车厢紧急疏散，沿铁路往西2号车站行过去。高雄轻铁模拟去互附近建筑物落来的物件，接到第4车厢致使列车中断行驶，甚至造成乘客轻重伤。警消人员嘛快速到场支援，移除障碍物、甲火拍花，各甲受伤的乘客送医。因为今年5月自动驾驶的台中捷运，因为建案吊塔落来击到铁轨路，动车未赴，造成1死14伤。高雄轻铁8、6下晡，伫车流量较济的大顺路段，425至426中午执行模拟演练。理勘程序是由报交通部，然后初勘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先办了一个所有的过程，然后看看是不是完美，我们看看每一个部分是不是做得完美。那行政区还是要经过理勘，理勘之后才会由交通部正式核定通车。为2013年6月动工，部分路段陆续通车。明年元旦，高雄轻铁的全线通车试营运，扩大大众运输路网的普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高美南地游客中心有一座新的公共艺术创作，所互委外经营录影区的厂商炸起来，干那互住伫因遐的游客会当看，这就互人批评违反公共艺术的本意。而且南地最近，阁有人半暝骑奥多摆入去保护区内底破坏环境，违反着野生动物保育法，相当是会当罚到25万。记者徛入去高美湿地，脸啊目掉伫土内空转，震撼行为发生伫初8透早2点，过程拢互民众翕来铺上网络，佮报警。这个是保育的地方啊，这不太适合让去破坏到了，我是这么认为啊。日时等下到现场看，无站旁边的湿地，也有老车恁交过分热，一寡家长带囡仔来拢有看到，尤其认为这是上歹的示范。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姓李甲姓黄的查甫人。初8下晡，就通知因到案说明。台中市海华资源渔业发展所表示，2个人破坏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罚5至25万的罚款，会依照损坏设施的情形提出民事求偿。以车追人，于14时许陆续的通知李、黄等2人到案说明。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处以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以下之罚款。损害的部分将一并收证完成以后，对该2人提出民事的求偿。高美湿地争议唔係一件，游客中心头前的插播有一个用223万2017年完工启用的公共艺术作品《美丽的海河》。去年政府建设委外经营厂商伫遮经营录影区，所加一位用围领围起来限门禁管制，敢若大数的人才会当入去看。民意代表批评一般人敢若会当为围领旁看公共艺术，实在是伤寒。在外面贴个说贵宾才能进入，这实在非常的讽刺啊！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一个艺术品在那边，把它封起来，不让民众进去自由自在的观赏啊，这实在非常的不应该。对于围篱遮住公共艺术造景，本局将在协调业者妥善处理，在维护公共艺术与行销高美湿地露营区之间取得共识。业者无对外回应，台中市建设局坦白承认，同意业者设围篱啊，才会当确定录影区的范围。后续会阁协调，期待伫公共艺术甲行销录影区会当相赢。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的往来食件。经过台东县政府辅导农民甲包装厂，台东县长廖庆玲嘛特别去中国拜访了后，中国国台办即马佮宣布开放第2波往来食件进口的名单，计共有34间包装厂甲1200外的往来食件园。农民拢表示期待。廖庆玲嘛讲，确实会当减少产销压力。
云林防检验出白骨新者有害生物，台东往来设计，和中国禁运超过2年。一段期间，关府辅导农民修正设计正做管理用药。知影各台办宣布开放第2波设计输入，农民真其他也讲尽家己的清水壶第1道监管的工作。果农端就会开始先做1层的清洁，把膜拆开之后，看有没有微生物去在附着在果实上面，有的话，我们第1阶段果农就会开始做处理。这摆包含34间包装厂，甲1263处供给的果子园。为此，官府已经培训530位人员，执行清除有害生物。农业处指出，设计送到包装厂要严格来分区处理，更加正派卡手详细检查。分仓分流，就是可能在某一部分是清洁区，某一部分是那个包装区，全部都要分开。那最后在这个全部都清洁完毕了之后，才可以做包装。为了争取往来设计恢复输出到中国，县长廖庆玲2摆到对华拜访，欢迎问题。西到台北参加活动，伊讲官府目标就是辅导农民提高良率，尽量最高零检出。在这时间宣布对着所界生产的压力有帮助。如果不宣布，我们会很紧张，因为其实12月初已经开始在收果了。对，不过真的感谢能够在这个时候通过这第2波的名单。今年6月，中国大陆公布头1波会再重新输入有3间包装厂，测备第2波，再增加34间包装厂。不过，以往有4间无通过。农业部是讲欢喜看到输出，以往呼吁对华尽速甲咱方进行技术对话，尽早恢复其他机制品项的贸易。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80年代尾农民运动，迄当阵有画出真侪诉求，即马拢成做农民福利的基础。现主时伫咧中正纪念堂有举办农的恩赐访展览，要互大家来认捌到台湾的农村伫戒严以后的农民运动历史，也佮有未来咱得爱面对的人口减少甲气候变迁的挑战。农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农的话，就没有这个宇宙。1980年代尾的农民运动做头人数之一，因欢喜，当咧带大家踅展览，入捌台湾戒严了后的农业政策回顾。农民运动1987年尾开始发芽，1988年5月，农民行向街头抗争。林鸿喜讲，这创造了现主时所有的农民福利，就是用301贸易谈判来反制台湾，说你一旦工业外销我美国，你必须要开放农业给美国的农业来进口，所以我们才农业一败涂地。1988年5月，政府决定扩大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台湾，引起侪侪农民的不满。迄年的5月，侪侪农民上北到台北车头附近请愿，提出全面农保、提悬稻仔收购绩效、成立农业部等等8项诉求。结果发生台湾戒严了后，头摆重大警民冲突事件。农业部处长陈添秀也出席展览开幕，感谢这款农民运动前辈。我们的前辈交代的这一些事情，农业部绝对会尽力去做得更好。而且不但还随着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与时俱进的这一些政策，我想我们农业部会成立爱做农民上大的靠山。农的恩赐访展览记录农民运动、农村再生以外，针对未来农村人口高龄、少子化、气候变迁挑战等等议题，拢展出来探讨，全面将认捌台湾农村为以前到未来所有的挑战。记者郭明霞、桂林台北报道。联合国为着要保障移民的人权，有特别甲12月18定做移民日。咱的移民署新德关服务站即阵嘛特别穿泰国的传统服装，改造办公室的模样，佮邀请到来自中国、越南、泰国、印尼这寡国家的新住民，穿因家己传统的服装，做伙来参加活动，提早庆祝移民日。用泰国话向大家拍招呼。办公室内底全部的人去穿传统泰国服装，在柜台服务来办代志的民众，让大家感觉真新鲜。穿各国的衣服，然后在今天我们来服务新住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新住民给我们的反馈是：哇，你们就是跟平常都不一样，很漂亮。除了员工穿泰国服装以外，移民署新德关服务站也邀请新住民。大家把家己国家的服装穿来参加活动，其中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印尼等等国家。我已经来台湾已经20来年了，
来台湾到目前为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家庭也好，或者是外面也好，很多人都帮助我，会认识到不同国家的人，认识到结交不一样的朋友，不同地方的朋友。现场除了专工甲办公室布置成充满泰国特色，也提供多元家庭教育以及文化活动，让新住民会当量早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准备了泰式风格的摆设，然后在我们门口有四面火的摆设，然后在我们转角的柜台是大象雕像的摆设。在受理就是新住民朋友，他从泰国来，然后他办居的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摆设就很感动。大家发挥创意，展现出政府对新住民的支持，也希望用上热情的心，欢迎因来到台湾这个国际大家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过来看咱台湾的新住民已经超过58万人，若搁加第二代就上100万人啊！所以，就民间团体呼吁政府，除了爱改善社会态度，搁较实际长照统一这寡需求，应该嘛爱重视，爱来照顾到。台语讲啊真练长，也唱台语歌。就读高中3年级的张成云，未来想要读广电系，经营家己的影音频道。身为新住民第2代，抱动物看袂起，不过要动物感觉伊的老母是外国人，感觉袂歹。我小时候会去比朗读比赛，然后是比台语的，然后他们就说：“你不是外国人吗？你怎么会讲台语啊？你这样可以得名吗？”就是有被这样歧视过，但是我真的有得名。根据教育部统计，国际学校就学的新住民第2代大约有29万外人。民间团体分析，近期新住民第2代面临歧视甲标签化，虽然当年有较好转，也不新住民甲新2代面临更加多实际生活问题，像是申请登记照户、要统一服务等，这拢是迫切需要的。就算有了身份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长照，因为它那个流程很复杂，跟它需要中文去登记，不是只有司法通译、医疗通译、各种通译的这个制度都还没有很完善的被照顾得到。来台湾25年红满期，囝儿拢已经读大学啊。对家庭建立社会参与，推动移民法修法，伊讲新住民一路行来无简单，就也希望借由民间团体交流，真做更加多女性婚姻移民的靠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9度至29度，中部地区18度至28度，南部地区19度至30度。外岛地区19度至28度。继续关心外岛地区18度至25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